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pple 葉中史頻道啊！2026年貼題之踏秦記啊！咁呢期大熱嘅咧就係天命最高啦，所以我都湊下熱鬧貼下題啦吓。咁雖則話天命最高啦，但係我啊唔識占卜，亦都唔識問卦，亦都唔識夜觀星象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其實係分析翻歷代嘅試題同埋考試局出題嘅一啲趨勢咧，就係話俾你知今年2026年中試 DSE 咧有咩比較熱㗎。咁既然你見到個 title 係答秦記，都 feel 到其實喺我嘅眼中咧，秦今年熱唔熱啊？秦今年係幾鬼熱㗎。咁當中嗱，我哋望下點解我會覺得幾鬼熱啦。咁首先咧，大家都明白喺個出題入邊。我哋嘅第二部分啦嘅甲部啦，大家都知道係3揀1嘅題目啦。咁而當中咧有堆係 friend 嚟嘅，包括就係周春秋啦，我哋當然要當佢一嚿嘢睇啦。跟住就秦啦，然之後就漢啦。咁基本上咧，你咁多年嘅考試卷入邊咧，你未試過見唔到佢哋嘅蹤影嘅。咁你好彩嘅咪見到其中一個咯，係啦。你再好彩啲，你可以係見到兩個㗎，因為有陣時係 database 可能出咗個州，然之後跟住3揀1題目佢出重漢，咁樣係有發生過㗎。咁另外第二樣嘢咧，嗱我哋又望下秦咧出嘅嗰頻率有幾勁啦。咁你望一望呢度咁多個年份，你知道秦都唔係一個少見嘅朝代啦。咁但係可能眼你嘅你已經見到，喂唔係喎，25年喎，大媽25年出完26年又有佢份嗱，分析下俾你聽先。咁其實25年咧，秦咧其實係喺第一個部分歷史資料題入邊出咗嘅。咁佢當日咧條題目咧就係秦同漢一齊嘅。咁但係秦嘅部分咧，佢佔嘅分唔係好多嘅啫，6+2嘅啫。咁佢入邊咧只係出咗呢一個嘅焚書坑儒嘅咋，係啦，好少嘅就咁出焚書坑儒係比較少有啲嘅呢個真心。咁而當中咧，佢就係問到焚書坑儒嘅具體內容啊、措施啊、影響啊咁樣噶。咁但係咧最重要仲有另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就係3揀1題目入邊喺2025咧。其實佢第一條已經係出緊呢一個嘅北魏夏文帝漢化噶啦，咁即係話咧，其實我哋頭先講嗰楷就係由周至到漢咧，係冇現過影嘅，係呢一個嘅3揀1嘅題目。咁而另外即係講埋2024先，可能都有啲關係嘅。咁其實2024咧3揀題目咧就係成條出咗個西周。咁所以咧喺咁嘅睇法嚟到講咧，你就會覺得其實秦會跑出機會咧係唔低嘅。咁但係當然，如果穩陣嘅俾我都係即係呢楷去執晒佢啦。咁基本上，我覺得點樣都有一條噶啦。以今年嚟到講，咁正路喺呢一個嘅3揀1題目，一定有佢哋蹤影嘅。咁而如果我覺得秦熱啦，咁我應該要溫咩咧？嗱，咁呢個時候我哋又望下，其實歷年嚟考試局中意出乜咯喎？咁其實2013年咧，因為個 syllabus 真係已經唔同咗啊，咁但係我都覺得有參考價值嘅。咁喺13年咧，當年呢個歷史資料題入邊咧。佢就係將秦咧同咩嚟到做一個比較咧，竟然係大躍進啊！咁當年個 syllabus 其實都幾恐怖嘅，所以俾我做我都會投降嘅。其實當年咁，但係 anyway 唔好理佢同大躍進對比呢個部分啦，因為而家唔會咁出噶啦。咁但係咧，當時秦係出咗咩咧？就係秦統一咗之後嘅措施啦。係啦，咁即係同一個政策啦。咁而永遠秦嘅措施佢係分兩楷噶嘛，即係我哋睇兩個角度睇噶嘛。一個就係覺得哇，朝見大嘅同我所統一嘅嘢喺晒嗰度；另一個就係喂唔掂喎，佢喺度勞役緊啲人民喎，即係我哋叫役民嘅措施啦，又起長城。又打仗又成，咁所以咧，根本上呢一個位呢個措施嘅呢種分法咧，喺考試局入邊咧，其實係一個超級無敵嘅重心嚟嘅，似乎係一個循道。咁我哋再望埋，你明我講咩噶啦？咁跟住咧，去到15年咧，佢就真係出咗喺呢一個3揀1題目啦，即係我咁樣出。但係當年咪3揀1，我唔敢寫。係啦，總之就係出咗喺個選擇題當中啦。咁入邊咧就包括就係嗰啲資料題，就係問你秦嘅建設啦。所以你讀得秦，你其實嗰啲資料題你點都要認晒秦嘅建設啊，佢起嘅道路啊，啲貨幣啊，你一定要認到噶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出咗一條就係以法治國嘅原因咯，就唔使有法治啦嚇。咁另外咧，當年個論述題咧，佢就係講秦嗰個晚政啊，即係個苛政啦，係咪令到佢速亡嘅原因嚟嘅？
見唔見到？嗱，喺1315年你已經見到成個 syllabus 出咗噶啦，基本上一個就係秦嘅措施啦，一個就係究竟秦嘅措施同佢滅亡嘅關聯，見唔見到成嚿嘢先？嗱，跟住咧，你再望17年啦，咁當年係幾恐怖噶，因為佢25分一條題目，一條式述題嘅，咁入邊就講到有人認為啦，秦統一六國之後嘅施政政策咧，即係我就咁講政策啦，或者措施啦，是但啦。係咪能夠鞏固佢嘅政權㗎？咁但係你留意，雖然佢問你係咪鞏固個政權，咁你可以答唔係或者某部分係㗎嘛？咁即係話佢入邊當中有鞏固政權嘅一啲措施啦，但係亦都有咩㗎？有令到佢速亡嘅措施㗎嘛？係咪？咁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咪又係問緊2013年嗰楷嘢咯，根本堆內容。咁然之後跟住嗱，你見17之後18直接又出多年，咁佢繼續25分嘅。不過今年咧就少少，即係 sorry 啊，嗰年有少少唔同嘅，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題嚟嘅，就係將呢一個嘅秦王漢武去做比較啦。咁其實一開波出咗呢個新 syllabus 咧，其實大家都知秦王漢武點都係會出㗎啦，爭在邊年邊月邊日邊屆出嘅啫。咁即係2018年跑出啦，因為兩個實在勁多相似之處，但係亦都好多唔似嘅地方啦。咁所以將佢兩個比較都係經常會發生嘅。咁跟住你會見到咧，1920年兩年都冇咗秦嘅蹤影㗎。咁而去到21年就出翻一條完整嘅題目啦，咁啊包括填充題啦，填充題填下啲運河啊、長城啊、文字啊、貨幣啦嚇。咁而佢個識述題嗰個位咧，其實係一種評論題嚟嘅，當年咁就係評論。或者我哋應該咁講啦，分析下啲史觀啦，一啲嘅觀點啦。咁當年就攞咗兩個史觀出嚟嘅，即係兩個看法出嚟，問你同意邊個㗎？咁一個看法咧就係話，呢一個嘅秦，即係批評秦啦，即係話佢衰啦，簡稱就係話佢喂唔得係擾民太甚啊，抑民太甚啊，係啦。衰嘅佢啲政策，咁而另一方面就係讚嘅喎，佢個措施勁嘅喎，開啟大一統嘅局面嘅喎。咁你其實即係咁睇完我講之後，你就發現咁其實13啦、21啦，其實17啦，根本咪又係問緊同一嚿嘢啫嘛，從來都係。咁跟住你會見到21年問完都唔夠22年，又再玩多次。咁22年咧，其實又係將秦王同漢武去做一個比較，或者嚴格嚟講，當年我唔可以叫比較咯，即係問佢哋有咩相似咧，佢哋做嘅嘢。咁即係話兩個嗱，佢當年問嘅就係兩個咧都面對一啲管治嘅困難嘅，佢哋各自有啲咩管治嘅困難，點樣解決啊？咁其實呢個部分，你其實咪又係問緊你佢第一同咗之後措施咯。咁另外又係問你啦，佢兩個點樣加強中央集權啊？咁跟住又再問你咯喎，咦？佢哋點樣將嗱呢個位難答啊？點樣將呢一個詩學啦撥入呢個官學入邊？呢條當年我都覺得難答嘅呢個位，係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嗱，你會發現23、24都冇咗秦嘅，跟住25就係我頭先講啦，咁樣彈翻出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25年咧秦出嘅部分少啊，而且咧周啦、秦啦、漢啦喺三揀題目入邊係冇出過，佢出咗不係夏文帝。咁照睇你冇可能你成楷嘢，即係話由呢一個嘅周至到不係夏文帝，佢三揀題目完全冇噶嘛，即係一飛到去唐咁好似怪怪地啊，可係咪個情況？咁所以點解咧？我先話其實以今年嚟到講咧，佢哋係幾大熱㗎。咁所以最安全嘅做法，你梗係將呢抽嘢全部錄晒去啦。即係就算你上年出咗秦、出咗漢，我建議你都係睇埋佢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你已經係 last minute 咯，咁俾我就會咁樣揀㗎啦，基本上。咁而我哋最後做一個總結啦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要讀秦，我要讀咩㗎？第一就係要溫熟點一秦能夠統一到六國嘅條件。咁當然我哋成日都講嘅有一個客觀條件啦，即係有不嬲有史觀就認為其實秦一定可以統一六國㗎啦，係佢㗎啦，就好似項少龍咁樣啦嚇。咁即係話六國本身自己嘅問題啦。咁另一個當然就係主觀嘅條件，就係話無論秦始皇啦。
定一話所有秦嘅王啦嚇，佢之前嘅秦王啦，咁其實佢哋全部都勁嘅，做咗好多嘅改革，所以先導致有呢個局面嘅。咁當然，如果最後問你統一六國嘅條件，就梗係兩樣齊晒先係啦。咁當然你可以做比較，問你覺得邊樣重要啲都得嘅。咁另外第二個部分咧，喺我眼中咧，從來都係考試個大熱嚟嘅，就係佢統一咗之後鞏固政權嘅政策同埋所有嘅措施。咁我哋當然要分兩邊睇嘅，一邊就係讚啦，一邊就係踩啦，就好似我哋之前見到個題目咁。咁讚嘅就係所有統一嘅一啲嘅措施啦，度量衡啊、文字啊、貨幣啊，咁而當中咧個中央集權咧出嘅頻率咧就基本上就唔係好多㗎，2022年出個下嘅啫。咁但係呢抽嘢全部你都要溫晒佢㗎啦。咁另外當然亦都有負面㗎啦，就係焚書坑儒啊、譯文擾民太甚啊，令到民憤大增而去推翻佢嘅。咁所以即係兩楷嘢你都要即係讀晒佢㗎啦。咁而如果你要讀呢兩楷咧，你往往係要做埋一個比較，即係話喂邊個係明顯啲？你覺得佢係個措施係好嘅定係衰嘅？咁另外咧第三個咧其實就唔難讀㗎，就係以法治國，即係點樣去睇中個法家咧？咁其實你書一定有嘅，呢個唔難讀，你溫一溫就得㗎啦。咁另外亦都好經常就會講始皇嘅評價嘅，即係究竟佢真係咁厲害，係一個千秋萬世好特別嘅一個君主，太勁啦，定一話其實佢衰嘅？係佢搞到民不聊生嘅，速亡都係因為佢嘅。咁所以基本上咧，重心係呢三楷噶啦。咁希望同學咧就好好應付今次嘅 DSE 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，請大家可以撳個鐘仔啦、留言啦、分享啦。咁等我繼續可以拍多啲同中史有關嘅貼題片，同埋同中史有關嘅片段俾大家睇啊。最後都係嗰句，祝大家2026年考 DSE 得心應手，成功啊！下條片再見你，拜拜。